各位好，歡迎嚟到大象電視台。今日係2025年嘅4月7號。今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，就係戶戶送喺香港嘅業務係壓軸嘅一日。咁過咗今日之後呢，戶戶送就唔會再喺香港做外賣平台嘅生意啦。咁我本身都係幫過戶戶送工作嘅。咁喺呢幾年，我做過唔同嘅平台。咁我發覺戶戶送對員工係算係不薄㗎啦，因為大家留意到另一間公司曾經咧發生過工潮啦。咁而戶戶送喺我入職之後咧就未曾發生過，同埋佢嗰個系統係遷就我哋送貨、步兵、電單車呢啲員工嘅，就冇似得另一啲公司係比較嚴格。咁我曾經發生過一件事，就係送貨送到去新界。當時我唔係幫戶戶送做嘢，但我着咗戶戶送嘅衫。咁我入到一個商場送咗件貨之後，想去廁所，點知嗰個商場呢嘅廁所係要借匙，咁個保安又唔願意借匙俾我。咁啱商場入邊有戶戶送嘅鋪頭。咁而嗰個女職員見到我係着戶戶送嘅衫呢，就借咗條匙俾我。呢件事呢，我感受到戶戶送係一間好公司，一間好公司就會請到好嘅員工，呢個公司嘅文化嚟嘅，呢個係。咁好可惜啦，始終都係戶戶送要退出呢個香港市場。咁我今日就都會幫戶戶送工作。咁今日係佢嘅殺科嘅日子，咁喺度祝願戶戶送喺其他嘅國家地區都有良好嘅發展，為各位顧客帶嚟美味嘅食物，同埋為其他區域嘅外賣員提供一個良好嘅工作機會。咁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